大家好，我係阿 Joyce，與神談生死5。無論你走哪條路，都不會回不了家。無論你走邊條路，都唔會返唔到屋企。講梗係好啦，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啫。我嘅意思係，答案就喺你之內，不過係將呢個原力與你同在改幾個字啫嘛。呢個星際大戰中嘅名句係人都識啦。但係我喺呢度話俾你聽嘅係，你呢啲其實你一生出嚟就已經知道你需要知道嘅一切。事實上，你之所以嚟呢度，就係要向人們證實呢一點。你所講嘅係實在係，我唔係好知道，同我實際嘅經驗根本冇辦法接軌。當我嘅經驗話俾我聽嘅時候，我仲有好多嘢要學。我點能夠相信從我出世開始，所有答案就喺我入邊啫？你冇乜嘢需要學習嘅，你係只需要憶起。憶起即係記得。生命係成長嘅過程，成長即係神聖嘅存在同埋表達嘅證明。生命嘅一切都係如此運作。你而家望望窗外嗰棵大樹，佢高達15英尺，巨大嘅樹嘅樹蔭遮住你，但係佢此刻所知嘅，並唔比佢仲係一粒小種子嘅時候知道得更加多。佢生長成今日咁樣所需嘅一切資料，都喺佢嗰個小小嘅種子裏面。佢咩都唔需要學，只係成長。為咗成長，佢只係需要取用封存喺佢細胞記憶中嘅資料，而你就同呢棵樹冇咩唔同。唔通我冇講過？甚至喺你提問之前，我都已經答咗你啦咩？冇錯，但係我都係再問多次。其實呢一場嘅對話嘅意義喺邊度啊？或者同任何人討論任何事仲有咩意義？更唔好話向神禱告啦。即使係樹木，亦都需要陽光嘅滋養。生命嘅一切都係息息相關，整體嘅任何面向或者個體嘅部分都唔係單獨運作嘅。生命喺互動中持續咁樣創造，我哋共同喺互動中產生結果。我哋冇咩其他嘅產生方式，而你同其他人嘅對話，以及所有外在世界帶俾你嘅資訊，就好似太陽嘅光芒。陽光促使你內在嘅種子成長。外在嘅世界有好多事都可以引領你通往內在嘅真理。然而，嗰啲人、事、地、物都不過係一個提示，係一個路標。呢一啲就係外在世界嘅本質。物質世界被設計嚟為你提供一個脈絡場。喺呢一個脈絡場中，你所在嘅所知嘅創造着你外在嘅體驗。所以事實上，我係受益於呢個周圍嘅世界同我嘅展現，正如佢本來嘅樣子，係咪咁樣啊？所有人都係。呢個就係點解我會話，當你睇住呢個外在世界同埋發生喺你身上嘅事嘅時候，千祈唔好譴責，亦都唔好批判，
而家我再攞我哋嘅樹木朋友嚟幫下面呢一段舉個例子，以幫助我哋進一步嘅理解。而家請你想象離開咗呢個空地，進入咗一片森林裏面。你以前從未走到咁遠㗎，你亦都知道，如果返返去原點嘅時候，揾返呢笪位置有啲困難，所以你一路走就一路喺啲樹上留低咗一啲標記，等你記得。而家喺你離開森林嘅時候，當你睇到呢啲標記，你就回想返你將佢哋標記咗喺呢一度，以方便找返去回去嘅路。呢啲標記愛在於你，雖然最終佢哋將你帶你返到屋企，但係呢啲標記唔係你要回到嘅屋企，而係要話俾你聽一啲路線、路徑、道路。呢條路睇起嚟好熟悉，你行行下開始認出嚟，亦都係咁講，你再次認知咗佢。然而條道路唔係目的地，只有你能帶自己到達目的地。其他人可以為你指一條路，可以話俾你聽佢哋嘅路，但只有你自己先至可以帶返去你自己去抵達目的地。只有你能決定係咪要返到神嘅屋企。你嘅外在世界，即係呢條道路，係用來引領你返屋企嘅。外在世界發生喺每一個件事，都確實係為咗呢一個目的。呢一個就係點解你將佢哋安排喺呢一度。哦，呢啲就係佢哋樹上嘅標記。正係啦，呢一啲係我安排喺外在世界嘅每個事件，以便帶領自己回歸我嘅內在真相。你係咪咁嘅意思啊？正是如此，你嘅理解係完全正確㗎。如果係我安排嘅，咁樣喺某種意義上，係咪我將呢一本書帶俾我自己㗎？哈，梗係冇錯啦。即係我將呢啲資料引返向我自己，讓佢此刻呢個精準地出現喺我手中。呢啲就係一個記號，樹上嘅標記。而家你了解得好透徹啦，事實正係如此。如果學你咁講，外在嘅世界每一件事都係有個標記，咁任何單一嘅標記仲有咩意義啫？咁咪好似沿住一條街走到十字路口咁，睇見所有嘅路標都指住唔同嘅方向，每個路標都寫住通往回家嘅路。而家你真係了解得好透徹啦。你到底講啲乜嘢啊？我喺度講，無論你走邊一條路，都唔會返唔到屋企咯。咁即係我隨便走邊一條路都冇關係啦？冇關係。走邊一條路都冇關係？完全、絕對、徹底嘅冇關係。咁我仲計較啲咩走邊條路啫，或者唔走邊條路啫？如果所有嘅路都能夠返到屋企，走邊一條路有咩區別啊？有啲路較容易行啊嘛。第5章，無論你走哪條路，都唔會返唔到屋企。呢一章完結啦，請繼續收聽下一章節。
拜。